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漢光42號演習。今仔講台北市復興北路的地下道傳出着慶聲，國軍佇個現場部署着5道的防線，防止阿強啊直接攏去衡山指揮所。現場攏是慶聲，演習地點佇台北市復興北路的地下道。無論倒一個角度，攏當看到官兵要防止敵軍穿越，因為這個地下道會當通到衡山指揮所。為了防止強軍通過地下道，國防部找遊覽車先將道路甲占掉咧。除了遊覽車以外，閣搬真濟阻擋的設施，上要有5個人的工事。為紐澤西荷蘭沿線網啊，甲艾斯科防務工事用來防爆甲阻絕系統，上內底就是遊覽車，也閣有陣風雷安插佇5人的防務工事中。現場的部隊在做這個空包彈射擊的時候，我們會發現它其實有時候是來自制高點，都來自於不同的街角。這個我個人覺得就是蠻貼近實際的狀況，尤其必須知道這附近這麼多的民宅。這個演習是家庭強軍掌握空中優勢，並且運用敵工滲透破壞，駐守佇復興北路地下道邊的憲兵，要防止強軍通過遮。不過演練的唔那地面部隊爾。阿帕奇攻擊直升機完成拖花殲敵任務後，率來烏鷹直升機調來400加侖的油，由地面部隊協助架設前進加油系統，率來 OH-580 3台直升機實施熱加油的作業，同時掛地下火反裝甲飛彈。從加油掛彈整補好到檢整，它很快就起飛。我覺得這個才是演習的真正目的啦。國軍防衛演練兵來將動，就是要全力阻擋強軍侵擾的任何可能。